可能好多人咧都會諗住睇下用一啲膠凳嚟到取代一啲沐浴椅，但係其實我哋唔建議嘅，因為膠凳佢嗰個凳腳本身咧就唔防跣嘅，咁變咗可能你坐落去嘅時候，咁可能咧就會好容易跣到咯，而且多熱水淋落去嘅時候，咁有機會咧就令到佢嗰個膠咧就會變得脆嘅，而斷開。而我哋一般嚟講，呢啲沐浴椅有咩好處咧？我哋呢啲沐浴椅本身嚟講咧，佢呢度本身呢啲全部咧個腳都係一啲吸盤嘅設計，所以可能令到好安全咁樣。當你擺喺你個浴室嘅時候，就算佢遇到水，佢都會好黐住個地下，就冇咁容易跣啦。我哋啲沐浴椅全部都可以調校高矮，可以調校翻一個適合你用嘅高度嘅。其實最重要同埋佢係耐熱性嘅，就算你一路咁樣沖涼或者你用熱水沖涼嘅時候，佢都唔會令到佢呢一啲會軟化咗咯。同埋佢呢啲本身全部都係防水嘅材質，譬如不鏽鋼啦，又或者係一啲鋁合金而製成嘅。我哋有好多款唔同嘅沐浴椅。咁有一啲咧就有埋靠背嘅，嗱呢啲本身就冇靠背嘅啦，咁就方便啲。如果你屋企細嘅時候，呢啲可能就會適合啲啦。又或者有一啲好似呢啲咁，就有靠背嘅，而且你有扶手，有扶手有咩好處咧？佢就可以當你起身嘅時候可以撳住佢嚟起身啦。咁而另外呢啲咧，亦都可以收起嘅，咁你變咗可以咧好慳位置。